冬天气候寒冷，许多人喜欢在这个时候相约吃火锅，温暖心与胃。更有不少人选择来到吃到饱的火锅店，因为各式肉品都有，青菜也是爱吃什么就夹什么，选择很多元，受到许多爱吃美食的消费者欢迎。我们家主打的是当季新鲜的食材，有25种的蔬菜。那我们家是没有任何加工的食品，它是属于纯天然的涮涮锅吃到饱的餐厅。那现在目前现场我们可以看到，其实蛮多客人都在里面享用，都表现出非常满意、非常幸福洋溢的表情。这是我觉得我们店经营最成功的地方。消费者选择来到涮奶业，除了是汤头、肉品、青菜可以假烫害，现在又多了一个原因。就是这台造型可爱又聪明的机器人，不但会自己送餐到消费者桌旁，如果遇到障碍物，还会自己想办法绕路。一推出就造成不少的话题。您好，小叶叶正在送餐，请借我过。这个机器人是好像最近这1-2个月才出来的，然后涮奶业是我第一间遇到这样的机器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就是因为它送过来的时候就我们可以自己拿取。然后拿取完再做完成，而且那个机器人的外形也蛮可爱的，就是一只猫的外形，所以我觉得这样很棒。目前还没有看到其他餐厅有这种机器人送餐服务，就是觉得很新颖、很酷，而且它刚才按完成之后出现那个猫猫脸超可爱的。我们全省的店铺导入这样的一个机器人的部分，除了它是新鲜、新奇、吸睛以外，其实对于我们这样子属于家庭式的聚餐的环境来讲的话，其实有带小朋友的家长，其实他可以很安心的在餐桌上用餐，因为我们家的小叶叶会吸引住小朋友的目光，让他非常能够专心的在餐桌上用餐。好吃的火锅，新奇的送餐服务，现在就等消费者自己来体验。记者张秀维，台南报道。